侠盗之类也惊吓，王孙凑与府兵差，请其行事，行一事，不见东府逃离祸。狗判官，上个月让你做的阴间钉子户人口普查怎么样了？启禀阎王娘娘，奴才严格按照是阴间来一天，阳寿减1岁，阴间来1岁，来世变乌龟的政策，那是恩威并施，连哄带骗，动态清零。说重点。是，启禀阎王娘娘，截止昨天，奴才已成功劝退死鬼422人，其中这康熙朝的死鬼嘛有22个，这雍正朝的死鬼嘛有18个，这乾隆朝的死鬼那就更。怎么才这么点人？单是吃壳法蛊或那些个天天在阴间舞刀弄剑、嚷嚷着要反清复明的逆贼，估计就不下5000人。我派你去游说了这么久，怎么连个零都没给我收拾干净？哎呀，启禀阎王娘娘，启禀阎王娘娘，实在不是小的胆敢欺骗娘娘。史可法那帮人简直就是茅坑里的石头，他们是又臭又硬啊！他们说了，别说是来世变什么乌龟王八蛋了，就是变成那草履虫，也要一口一口吸干大清朝的血呀！阎王娘娘，最可恨的还有李香君、侯方域那对狗男女，他们说了，来世变不成人正好呀！他们要变蝴蝶、变鸳鸯，是比翼双飞呀！哎呀，那副同生共死的肉麻嘴脸，不知道迷惑了咱们阎王殿多少的痴男怨女啊！够了，这帮贱骨头，活着的时候当反贼，死了还要当反贼。老娘我今天非把他们收拾了不可！来人啊，先把侯方域、李香君的狗玩女跟本宫带上来。这。小生侯方域，书剑飘零，归家无日。对3月艳阳之节，祝6朝佳丽之场。虽是客况不堪，却也春情难按。昨日会着杨龙友，盛花李香君。盛花李香君。妙龄绝色对，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。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，江南第一。对，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，江南第一。然后昨日会着杨龙友，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，江南第一。现在苏坤生教我吹歌，也劝你来娶我。奈何你兜里没钱，心里有恨，难成好事。对，香君呢？你别生气呀！我当年见你的时候，哪里说过这些话呀？这也太骚了吧！这都是孔尚任那个穷酸书生写的，什么桃花扇、梨花扇的，你叫我背，我哪能背得下来啊？那你倒是说说，你第一次见我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话？你倒是背给我听听呀。香君呢？这都过了300年了，我哪里还记得呀？人家15岁就跟了你，不到30岁就死了，你还这么不把人家放在心上？这才过了多久，你就忘了个精光呀？香君呢？再过不久就是你300岁生日了，不能再耍小孩子脾气了。300岁怎么了？当年是谁说的要爱我10000年的？这才300
200年，你就先尝了。早知如此，我当年就该收了那300两银子，嫁给那姓田的当小老婆。湘君，李湘君、李奶奶，阎王娘娘有请啊！什么奶奶？叫谁奶奶呢？你才奶奶呢！叫谁奶奶？叫姑奶奶。是。李湘君、李姑奶奶，阎王娘娘有请您2位呀！请。娘娘万福。哟，侯公子、湘君姑娘，我这阴曹地府2位才子佳人可还住得惯呢？多谢娘娘关心。地府阴湿更甚江南，但住久了却渐渐觉得这蚯蚓炸酱面香气诱人，青蛙小笼包滋味非凡，冤魂夜哭婉转动听，毫不亚于秦淮丝竹。对，且我夫妻2人日夜排演桃花扇，情好日密，又与复社诸友共商国事，只待时机成熟，集体转世，旌旗10万，反清复明。嗨，2位鄙人康丽情深，在咱们阴曹地府，哪鬼不知，哪鬼不晓。是，只可惜你2位生不逢时，在那大明朝的江山里颠沛流离，英年早逝，令人痛惜呀。这蚯蚓青蛙虽也香甜，可哪儿比得了人间山珍海味，花好月圆？2位，难道就没有遗憾吗？所以呀，下官决定，只要2位肯转世投胎，必定让你们都托生在太平盛世，名门望族，儿孙满堂，天子赐婚。你个死老太婆，胡说完了吗？要不是他亲庭造孽，我们夫妻2人又怎会颠沛流离，英年早逝？还说什么天子赐婚？让那种昏君赐婚，还不如做乌龟王八来的痛快呢。我的小姑奶奶，您这话是泄了私愤了吧？人家大清皇帝好歹已经做了200多年的江山了，那肯定是得为政以德，这江山才坐得稳呀。就是，哪个狗日的说大字为政以德？是欺负我史可法提不动刀了吗？史将军，您终于来了。妈的，这一个婊子还没解决，又来一块硬骨头。算了，哎呦，史大将军，您来了，来，快请坐，请坐。带路。这边请。哎呦，史大将军雄姿英发，长弓赫赫，下官，从您还穿开裆裤的时候就开始仰慕您了，这仰慕了40多年，可把您给盼来了。大将军，您慢点喝，您慢点喝。哎呦，这个下官平日无事，最爱研读史书，读到大将军生平，那真是忠肝义胆，盖世英雄。唯有一事，下官以为堪称将军生平大憾。将军以为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将军一生都没能有个亲生儿子，如此忠义血脉，竟然后继无人，下官真是为将军惋惜呀。怎么的？你要给我生个儿子？笑什么笑？大将军您玩笑
笑了，下官哪有那功能啊？不过下官的确想出了个法子，来弥补将军这一大憾呀。哦，大将军请看，下官早已为您拟好了来生的生死簿，一共有120年的阳寿，这嫡子庶子加起来么，总共有18人之多。大将军，像这等福分，侯方域那样的凡夫俗子是断然享受不到的喽。是吗？那我倒要多替我家列祖列宗感谢狗老弟为我传宗接代了。哎，人道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史可法一生为国尽忠，死而无憾，英雄啊！但却没能为家尽孝，实在是愧为人子啊！是啊，就是啊。可是这上头早已是他爱新觉罗家的天下了。狗老弟，你就是给我生再多的儿子，那也只是给狗皇帝当牛做马。至于这120年的阳寿，哼，就更不必了。我史可法只要一投了胎，等乳牙长出来，马上咬舌自尽，绝不苟活。好，老兄说得好啊！史大哥，方才的对话我们3人全听见了。你放心，我们兄弟3人定与你同进同退。这反清大军建成之前，我们绝不投胎。狗判官，这3人你之前去人口普查时可曾见过？是啥来头？是啥死因？启禀阎王娘娘，这3人都是大清朝的死鬼，因为对清廷尚有怨恨，都被这史可法洗了脑，是日夜操练阴兵，发誓要反清复明。他们还模仿刘关张、桃园3结义，弄了一个什么叫黄泉3兄弟。娘娘请看，这老大楚尔泰嘛，自称是努尔哈赤的后人，跟兄弟抢皇位不成，叫人给杀了呗。这老二何兆谦嘛，跟那个姓侯的一样，是个臭穷酸。科场被人诬陷做了弊，流放途中就咽了气儿。您看老3金开石嘛，更不用说了，太平天国的土匪头子一个，造反不成就叫官兵给宰了。这样啊，有3位好汉，有什么冤情，让下官替你们解决呀？哼，冤情？你可知上头皇帝老儿的位子本应该是我楚尔泰的，你要是能把他从龙椅上拽下来，我立刻就带兄弟们投胎。俺也一样，咱楚大哥当头一个皇帝，当腻了，俺接着当。好兄弟，大此无道，残害忠良，吾辈定当反清复明，治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俺也一样。3位老爷，把我的生死簿还给我！把我的生死簿还给我！燕长生，我要投胎！哎呀，我要投胎！哎呀！我不还！你跟我去阳间走一趟，都给我师娘下点治不孕不育的药。等我师娘怀孕了，我投胎去做我师娘闺女，我才放了你。大胆死鬼，嚷嚷什么呢？哎呦，阎王娘娘，你可要为小的做主啊！小人是华佗第58代孙，祖传擅长治疗不孕不育，贱名华胎。叶长生这个贱女人，她15年前就抢了小人的生死簿，不让我投胎。大胆死鬼，竟敢抢他鬼生死簿，信不信本官贬你做草履虫？娘娘明察，小女子着实命苦。小女生前是一昆曲戏子，整个戏班子都是女人。我的女师傅虽然年过花甲，但是风姿绰约，知书达理，当真是集导师崇高感和师娘优美感于一身。小女子痴恋着师娘，
就盼有朝一日能和师娘做一对同性鸳鸯，双宿双飞。可师娘说她早已成家，且并不喜欢女人，说要是我来世做她的闺女就好了。嘿呦，是俺死太早了吧？怎么感觉越来越搞不懂你们这些年轻鬼脑子里都在想什么了？被师娘拒绝了之后，我很难过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借酒消愁，没想到醉酒跌到了水里，淹死了。是活该。我只有一个心愿，就是要去投胎做我师娘的闺女。只有滑胎医术高超，都说她能让我师娘怀孕啊！哎呀，我们家确实2000年专治不孕不育。我生平最辉煌的战绩，就是给一个中年丧子的老地主开药。他吃了足足50年，终于在100岁的时候抱上了龙凤胎。可他是个男的，你师娘都80多了，他真的生不了啊！不管，哎呀，要是我师娘生不出孩子，你也别想活。哎呀，要投胎。请问，这里是阴曹地府吗？正是，本官就是阎王娘娘。看你是个刚死的新鬼，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子姓燕，名舒瑶。小师妹，晏舒瑶，记着了吗？下去告诉孟婆做3碗孟婆汤，记住了，第3碗呀要加强汤。哎，小师妹，你是？我是燕长生，你的师姐呀。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。师姐？啊，难道你就是那个落水淹死了的长生师姐吗？是呀，就是我。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。哎，话说你怎么也死了？难道是和我一样爱上了咱们的师娘，为情所困，最后命丧黄泉？我确实可以说是为情而死，但怎么会是爱上师娘？哎，妹妹，我刚刚听你说你是为情而死，哎，我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个死法？嗨，妹妹，你可知道我们2个是谁？不知道。我就是你们大名鼎鼎的秦淮8艳之一香善坠李香君。这位呢，是我的相公，著名的肤色才子侯方域。小生侯方域见过姑娘。哎，那你们就是侯方域和李香君？对呀。久仰！我生前就是唱昆曲的，拿手的剧目就是《桃花扇》，扮的就是李香君。这么巧，快起来，妹妹。那你跟本姑奶奶一样，也是一头撞到柱子上死了？那倒不是，我是自刎的，用的是剑。咦，好可怕！那你也是为了男人？你就这么爱他？不值得，妹妹，不值得。姐姐告诉你，男人一个个全部都是忘恩负义、喜新厌旧、狼心狗肺。香君啊，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啊？你还好意思跟我说什么清白？要不是董小宛、陈圆圆他们几个投胎投得早，没给你机会，你早就不知道跟哪个什么漂亮女鬼跑了不是？可怜我一个人在阴间傻傻的陪了你300年，你现在连要把我对你的温情，把你对你的恩情啊，都要忘个精光啊！我不是，我没有啊，你别瞎说。香君，我正想问呢，咱们死后是可以不投胎的吗？哎，只要你胆子够大，与阎王抗争到底。人有多大胆，投胎多晚。是呀，是呀。请阎王娘娘恩准，小女子也不愿现在投胎。你又是为什么？小女生前恋人方成玉
是一革命党人，少年英雄，文武双全。刺杀满清乡赞政务大臣载阳，失败被擒，难逃一死。时局所迫，小女唯有自杀，方能保全爱人。真是太感人了。可小女生前与程昱有约，来世也要长相厮守，所以请娘娘恩准，让我在阴间再等他个50、60年，等程昱寿终正寝，我们再一起投胎。好啊，燕姑娘，果真是女中豪杰。老夫方才听你讲，你是因为你的相好方程昱刺杀大清的官员，所以才不得不死的。是。太好了，燕姑娘，在下史可法。咱们身边这群鬼都是因为痛恨大清朝，所以坚持不去投胎。姑娘，加入我们吧，和我们一起操练一支阴兵，一起去阳间投胎，去阳间反清复明，怎么样？反清复明？对呀。史将军，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。可是今年是公元纪年1912年，1个月以前，大清就已经灭亡了呀。什么？大清亡了？是呀，1个月之前，大清皇帝签了退位诏书，大清已经亡了呀。你是说大清亡了？是呀，史将军。我的天哪！可是你们不就是希望大清灭亡吗？大清灭亡了，你们不是该高兴吗？大清怎么能亡啊？大清亡了，我可怎么办呀？我去哪儿当皇帝呀？苍天哪！我们几千个鬼在这阴曹地府熬了上100年，我这折死了多少元气，多少阳寿，只为那亲手推翻大清朝。大清亡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呀？都怪你这个姓史的，哄骗咱们个个别投胎。现在好了吧，大家伙儿来世只能当乌龟王八短命鬼了。老子他妈的打死你！打死他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别动手啊，别动手啊！慢着，大家先冷静冷静。方才燕姑娘说大清亡了，那新皇帝是谁？你们就不好奇吗？没准又是咱汉人做了江山。俗话说，宁为太平犬，不为乱世人。如果新朝廷好，咱们大家一起去投胎，去享受这繁华盛世，倒也不错嘛。老子不做犬，老子要做人。做犬，做犬，二弟，做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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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好了，做人。金大哥、史大哥说的对呀，咱们可以先去阳间看看，这新上任的皇帝是明君还是昏君，然后再决定我们反清复明的下一步战略呀，对吧？可是现在已经没有皇帝了，几千年的封建帝制已经被彻底推翻了。什么意思？没有了皇帝，这江山谁来做？建立民主共和国呀，这样这天下就不再是一家的天下，而是万民的天下。这听上去倒也新鲜。这样，各位兄弟，我有个法子，老夫先随燕姑娘一道去阳间看一看，为大家探探路。如果上头的生活好，咱们一起去投胎，倒也不是不行嘛。哎，舒瑶，你刚死，阳气重，你快带带我们。正好我也要让这个侯方域看看你的那个方程昱，让他好好学着点儿怎么做男人。湘君，湘君，怎么着？你去不去？去。
差嘛。也好，我死后就再也没见过程昱，真想再见他一面。那史将军、侯公子、湘君姑娘，3位随我回阳间一趟。好呀，好呀，哇走吧。哎呀，累死了！这都走了7天了，这黄泉路怎么这么难爬呀？黄泉路往下走容易，往上爬难。哎呀，小姑奶奶走不动了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坚持一下，很快就到鬼门关了。哎，舒瑶，不如你接着给我们讲故事吧。上回讲到你的那个方程玉是什么？光复会的，还有一个叫袁世凯他儿子。哎呀，什么来着？好像还误杀了个日本人是吗？哎，太复杂了，你们的故事老记不清楚。当时我跟程昱埋伏了好几个月，总算基本上确定了湘赞政务大臣载阳的出行路线。动手那天，程昱从同和楼的窗口扔下炸弹，我在旁边酒楼的戏园子里接应，帮他逃离现场。哦，结果没炸死载阳，炸死了个日本人。万万没想到，那天载阳没坐马车，车里坐着的是日本贵族院议长藤原忠抹公爵。藤原忠抹是外交公使，跟新政府、跟共和派都交往甚密。程昱居然误杀了他。老夫想起来了，你的那个相好方程昱是个共和派，他们主张不要皇帝，对吧？是这样的，史将军。建立民主共和国非常需要国际力量的支持，藤原是程昱他们一直在拉拢的重要对象，这一下子就变成了个国际问题。相公，我又听晕了，什么嘛？个女人家到底是不懂国家大事儿，让老夫给你们来分析分析。这个方程昱杀载阳是为了灭清，拉拢藤原忠抹是为了建立共和。结果呢？这个方程昱在刺杀载阳的时候，把藤原忠抹给误杀了，这就造成了共和与洋人之间的对立。如果保护方程昱，那就会得罪洋人；如果严惩方程昱，那共和派就是自断臂膀。哎，这件事儿老夫看来都左右为难，我说的对吧，燕姑娘？是这样的，史将军。当时袁克里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袁克里就是袁世凯他儿子。哦，这个袁克里不是个好东西，狼子野心，诡计多端。程昱出事之前，他就来找过我们，想拉拢程昱，帮他老爹袁世凯当皇帝，他好当太子，做他娘的春秋大梦。那天程昱不在，我直接把他骂回去了。哎，那方程昱出事后，他为什么还要和你说这些话？程昱当时是被清政府抓了，随时都会被问斩。袁家势力大，把他保释了出来，可能是着实爱惜他的才华吧。那然后呢？袁克里跟我说了眼下的僵局，他说无论怎么处置，都对共和不利，只能让我为程昱顶罪。你？对呀，动手那天我也在现场，很多人都看见了。袁克里说可以对外声称我是载阳的情妇，因被旧情人始乱终弃，心生怨恨，想要刺杀情人，误杀藤原后畏罪自杀。这样白庄政治事件变成了一个风月情杀案，就只能不了了之了。这个方法确实不错，只是方程昱他知道吗？他当然不知道了。我太了解程昱了，
程昱对我用情至深，如果他知道事情到了这步田地，他一定会自己先自杀，来保护同志，保护我，保护共和。这是怎样一段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啊！前面就是程昱住的房子。哎，我们到阳间了，我们到家了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舒瑶，自从你走后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。你看，我在我们的家里放满了桃花。我知道你喜欢桃花扇，喜欢桃花。舒瑶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喜欢吗？舒瑶，我知道我这一辈子再也不会爱上任何女人，再也不会有人像你一样色艺双绝，忠肝义胆。是啊，但我现在还不能死，这个国家需要我。舒瑶，等天下太平了，我一定下去陪你。舒瑶，你等我啊！程昱，艾丽，你怎么穿着舒瑶的衣服？既然要追求刺激，那就贯彻到底了。你好骚啊！程昱，你什么时候娶我呀？艾丽，啊，我是不会娶你的，因为我觉得我对你的不是爱情，是欲望，是勾引。更何况，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靠谱的事。如果今天因为爱情娶了你，明天就能因为爱情抛弃你，然后离婚、结婚、再离婚、再结婚，永无宁日。讨厌啦！王程昱。为所有爱执着的痛，为所有恨执着的伤，我一分不清爱与恨是否就这样，血和眼泪在一起滑落，我的心破碎风化，颤抖的手却无法停止，无法原谅。程昱兄，别来无恙啊！袁公子，您来了。哎呦，艾丽也在呀、讨厌！看来我是打搅了二位的好事儿了。哎，无妨。艾丽，好，快去招待一下袁公子。好吧。哎，叫什么公子啊？多生分呢！家父平日里都叫我阿 Sir。阿 Sir， 请坐。哎呀，阿 Sir， 你自己拿筷子，夹一块肉吃。哎，程昱兄，我送你的美人赵爱丽，老兄可还受用啊？哎，他虽然是个婊子，但比那些假模假样的君子强多了。就是。哎，对，这婊子啊，自有婊子的妙处。那晏舒瑶那姑娘虽说色艺双绝，有名门之风，可这名花哪儿野花香啊？切，野花不仅比名花香，野花还比名花能活呢。名花早早死了，只能挂在她男人墙上；野花呢，活蹦乱跳，天天躺在她男人床上。燕姑娘，冷静，你根本就掐不到她。程昱兄，这是还想着他呢？毕竟舒瑶是为我而死，如果连想都不想，岂不是太没心肝了？你这个狗男人，一边跟
别的女人偷情，一边还说想着我们舒瑶，我呸！他何止是为你而死啊，程宇兄，咱实话实说，他就是被你所杀的呀，对吧？当时我把你从大牢里给捞出来，却让你自行了断，方能化解这尴尬的危局。没想到你拿着枪，死活不敢自杀，跪在地上哭着求我救救你。是，他家都是人，谁还不怕死吗？但方某更怕的是我死后，这破碎山河无人照管呐。为了天下苍生，方某纵是苟活，也要活着。呸！怕死就怕死，少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哎，对，所以说呀，我给你找了这么一个好主意，用一条细致的贱命换一位国家栋梁的命，这笔买卖划算。这确实有道理啊。只可惜晏书瑶这姑娘啊，做了鬼都不知道是你让我去劝她自杀的呢。我了解舒瑶，她一直信仰士为知己者死，能为国而死，为我而死，对她而言再好不过。她一定会含笑九泉的。哎，舒瑶，燕姑娘醒醒，快快掐到了人中啊！不，快掐到的鬼中！哎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这点情爱算什么东西？元兄此言差矣。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事。崇高，你还不照样弄死了你的爱情？正是因为爱情是崇高的，所以它才应该被献祭给更崇高的事业。程昱，程昱说的好呀，崇高快真好。把燕姑娘扶到屏风后面去，怎么说？少让这对小人脏了她的眼。哎呀，正是因为那帮子崇高的人都死绝了，我们这些下流的人才能尽情的享受这荣华富贵、绝色美男呀！哎呀，艾丽还是这么天真可爱呀！那是。哦，话说孔令堂的剧本已经写出来了，关于你跟晏书瑶的故事啊，我听说了，他今晚也要来。剧本我看了一遍，真是荡气回肠啊！英雄美人，凄美壮烈。下个月这个剧就要首演了，到时候京城里政商学界有头有脸的人都会来看。相信我，现在那帮青年学生太太小姐最爱看你们这种故事了。很快呀，你就会成为举世闻名的悲剧英雄。那还得多亏元兄提携，就连那个藤原忠末都听说你的事儿，跟我说谁你要来看。还是我聪明。哎，藤原忠末呗。他不是死了吗？这不是救活了吗？哎呀，哎，陈宇兄，你家这桃花开真不错啊，是刚折的吧？袁克里，你给我说实话，是你跟我说藤原忠末死了，我才让晏书瑶去抵命的。你别不识抬举，事情都到了这一步，藤原是死是活重要吗？就算他还活着，你想怎样？给我算账啊！方晨宇，你的屁股早就歪了。要说把你跟晏书瑶的事一五一十的给抖出去，你以为南方那帮革命党人还容得下你呀？你跟晏书瑶的故事，该让世人知道的部分早已人尽皆知。方晨宇到底是流芳百世，还是遗臭万年，全在你的一念之间。袁公子，12点了，孔令堂该到了，我下去接他一下。去吧，哼，你可想清楚了。艾丽呀，啊，给你家袁大爷捶捶腿。好嘞。艾丽呀，
我给你找的这新姘头不错吧？我赵爱丽做了10几年的婊子，可是头一次品尝到这么英俊潇洒、玉树临风的汉子。这方成玉不仅长得俊俏，本事还大嘞。他呀是那个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专业毕业的，还在日本学过陆军呢。这么厉害？不然我费那么大的劲拉拢他干什么？那你们刚刚说的那什么藤原什么的，这咋回事？嗨，那都是我瞎编的。那个方成玉不是想刺杀清朝的辅政大臣吗？我就骗他说呀，他误杀了日本贵族院议长。其实啊，那一天的马车里根本就没人。那个晏书瑶咋又死了？我设这么一个局，一是让方成玉走投无路，只能对我死心塌地；二呢，就是趁机弄死晏书瑶这个贱人。你弄死他干嘛呀？我去年就见过这女人，跟她说呀，希望方成玉到我这边来。国父可一日无君呐，我家老爷子才是最适合当皇帝的。没想到那贱人竟然出京入室的满口大道理，居然把老子给骂了一顿。呸！这么碍事的女人就该除掉。他居然敢骂袁大爷，该杀！同样是下九流，你就比那戏子懂事多了。就是。所以说呀，活该你来享用方成玉。他啊是那个方成玉是明事理的，知道中国不能没有皇帝。我家老爷子才是最适合当皇上的。卖君觉得将那帮孤儿寡母有个屁用？那江山还得靠我们袁家人呢，是吧？那是自然。我现在让方成玉给我编个外国报纸，拿给我老爹看，让他觉得，这国际舆论都支持他称帝，顺便呀，再利用他招安一下南方那帮革命党人，等我老爹在万民拥戴下当了皇上，我袁大爷就是太子爷了。到时候再封方成玉当个亲王，你个小婊子可就是王妃了。多谢太子爷，多谢太子爷！哎呀，轻点，轻点。方成玉，你不光背叛我，你还背叛共和。袁公子，孔先生到了。哎呦，孔大才子，久仰久仰。袁公子，孔大才子，剧本带了吗？在下根据方公子的口述，一五一十、原原本本的把他跟燕姑娘的爱情故事写了下来。这一月来，经常是写得肝肠寸断、声泪俱下。尤其是最后，燕姑娘在清朝官兵威胁之下，誓死保护爱人，大义凛然，拔剑自刎。清朝官兵，方成玉，你可真能编。那个剧本要不给我看一看？叫《桃花扇1912》。正是。二位公子可能还不知道吧？在下的十世祖正是那《桃花扇》的作者孔尚任。天哪，那先生您可真是名门之后啊！失敬失敬。什么？你就是孔尚任他孙子？嘿，孙子，你相君奶奶在这儿呢。在下自幼捧读先祖遗作，3岁之时便知李香君壮铸守节，血溅宫扇。有人就着鲜血画出了一扇桃花，才子佳人千古之下，依然令人为之神往。那是当然。在下生平最大的心愿，便是能写出一部当世的桃花扇，与先祖孔尚任比肩。可这谈何容易啊！世风日下，人心不古。在下时常想，是不是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，已经烟消云散了？孔先生，但是
您跟苑姑娘的故事，让我看到了希望。天不丧斯文呐！方公子为国献身，燕姑娘舍生取义，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，正是那桃花扇的回响，也是千百年来所有才子佳人、英雄美人故事的回响啊！正是啊，孔先生。所以，我将这剧本命名为《桃花扇1912》，我要让它演遍大江南北，让万民传颂，挽救世道人心。说得好啊！孔先生有心了。哎，时间已经不早了，先生今天远道而来，今晚不如现在设下小筑，等明早啊，我们再一起商量这部《桃花扇1912》。啊，这会不会太叨扰了？哎，无妨。艾丽呀，你去服侍孔先生到客房歇息，我送送袁公子。好嘞，孔先生，袁公子，您这边请。请嘛，请嘛。这儿。哎，孔先生，您在这儿躺会儿，我去给你拿床、衣服和被子。快来看看他的剧本是怎么写的。宣统元年春天，晏书瑶演完《桃花扇》。这剧怎么这么长呀？舒瑶，舒瑶，人家在练水袖呢，怎么样？是不是长进了不少？舒瑶的舞姿从来都是最好看的，就会哄人。瘦了。才多久没见我，怎么就瘦了？就是瘦。讨厌！我给你带了样东西。桃花酥。你尝尝。这还没到夏天吧？怎么就有小虫子叮我的脸呢？我这叫桃花得气美人中。美人很喜欢你送的桃花。是我自己做的。你还会做点心？这是我第一次下厨，就怕做的不好。哎，
这里面的馅儿你尝出来了吗？是玫瑰吗？还是豆沙？桃花呀，我用冰糖、蜂蜜腌的花瓣儿，里面还加了一点桃花酒，所以呀，味道比一般的鲜花都要醇厚。你挺会的嘛。还有啊，这个桃花可不是一般的桃花哦，是我上次回南京从雨花台那儿摘的桃花。雨花台？雨花台葬的可都是忠贞之士。是啊，寻常的花花草草，怎么配得上我们舒瑶呢？哎，我昨个儿看你唱桃花扇，你那把扇子是不是跌坏了？这都被你发现了？昨天做太热情，我都差点摔着。没事儿，重新再做把新的就行。我给你换了把新的。舒瑶，你瞧瞧，好漂亮的桃花。哎，程昱，这首诗我换了一首。侯方域原本写的那什么“不及东风桃李花”，哎呀，太小家子气了。这首诗我特别喜欢，你读读。河洛风尘万里昏，百年心事向移门。弃亲世侠收其用，策动宫娥报旧恩。多见摄衣称上客，几人闻景送王孙。此生总负侯嬴诺，玉滴椒江泪满樽。这是侯方域死后，吴梅村为他写的一首悼念的诗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200多年前死的那个老吴，好像确实给你写过这么一首诗。哎，这首诗里面的典故，舒瑶，你看出来了吗？用的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吧？信陵君是战国贵公子，但却把只是看门小吏的侯嬴视为座上宾。后来信陵君要解救被秦国围困的赵国，侯嬴献计，让如姬盗出兵符，让朱亥杀死主帅，解了赵国之围。事成之后，侯嬴也对着信陵君的方向拔剑自刎。舒瑶，想不到你这么精通历史。这些故事戏文上都有，师傅从小教。我从前读信陵君的故事，一直不能理解，侯嬴为何要自杀啊？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？是为知己者死，这种情谊比性命更重要。舒瑶，程昱，信陵君和侯嬴是乱世知己，我跟你也是乱世知己。相信我，如果有一天你落难了，我也会和侯嬴一样献出生命，刎颈送王孙。你也是我的知己啊！如果有那么一天，让我为你而死，好吗？困死了，这哪儿啊？孔令堂，这是你的梦境。啊？你是？我是晏舒瑶。叶舒瑶？你不是死了吗？你是人是鬼？我是晏舒瑶的魂魄。你是鬼？你为什么要来找我？
晏书瑶，我又没有害死你，你是自杀的。你的确没有害死我，害死我的人是袁克里、方成玉。什么？我是鬼，所以可以随意出入人间，而不被人看到。我听到了方圆两人的对话，我的死不过是他们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。我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要害死你？害死我，袁克里就好彻底拉拢方成玉，助袁世凯称帝。这只是个梦，你只是个鬼，我为什么要信你说的鬼话？孔令堂，你的剧本我看了，除了结尾都是真的。我想，这都是方成玉亲口跟你说的吧？是。那他有跟你说过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这好像还没有。那是光绪32年，在春喜阁酒楼，方成玉和一帮同学在聚会，我给他们唱了一出戏，是《桃花扇》里的季善一折。那年我14岁，方成玉20岁。所以呢？你大可以去问问方成玉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如果对，就证明我是真的晏书瑶，你可以相信我。我不信，我的桃花扇1912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这样可歌可泣的故事，跟伟大的桃花扇一脉相承的故事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桃花扇？你以为现实的桃花扇真是你老祖宗写的那个样子？你闭嘴！那都是戏，我何尝不比你更相信戏里的故事？可是戏和现实究竟是不一样的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的戏，我的桃花扇，怎么可以是这样一个结局？晏书瑶，你为什么要毁了我的戏？孔令堂，你的桃花扇1912还有1个月就要首演了吧？这1个月，我会在阳间多多走动，收集各种消息，然后来梦里告诉你。孔令堂，这个剧该怎么演？你好好想想吧。作为一个剧作家，你是要写你愿意看见的，还是你应该看见的？好，嗨，这孔令堂啊，真不愧是孔上任的第10世孙呐、这戏写的那可真不是一般的骚啊！老太爷，这精彩的还在下半场呢。哦，讲的是晏书瑶在清朝官兵的追杀之下拔剑自刎。哎呦，真是仗义每多屠狗辈，从来侠女出风尘呐！哎呦，这不是臧大教授吗？哎呦，牛老爷，好久不见！
张教授边上的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在下刚纳的第8房姨太太，温氏。俺就是八姨太韦氏，见过太爷。牛贵啊，你说说，这都第8房姨太太了，咋还这么老啊？这，牛老太爷！嗨，年轻姑娘多贵呀！这年头啊，教授工资那么低，这纳妾呀，也只纳得起半老徐娘了。马大帅，您也来看戏啦？是啊，这看戏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还是杨部长叫我来的。杨老弟啊，这看完上半场，你有何感想啊？感想就是方辰玉文韬武略，着实是个人才。回头我跟他好好聊聊，他要是愿意来我们财政部工作，那再好不过了。哎，老杨，你可不能跟我抢人啊！哎呦，你看这朱次长啊，坐不住了。那方成玉会这么多门外语，去你们财政部岂不是太可惜了？我呀，已经跟他说过了，只要他愿意来我们外交部，咱们呢，先得给他个部长秘书干干。哎呀，不行，依我看呐，你们2个这思想都有问题。哦，马大帅此言何意呀？那台上的妞那么漂亮，你们2个不看，反倒盯着个男人看。嗨，马大帅说的很有道理啊。我觉得方成玉的文韬武略倒还在其次，最重要的就是有个女人愿意为他而死啊。吕会长又有何高见？你们想想，若虞姬没有为了项羽而死，那楚霸王还是今日的楚霸王吗？要我说啊，对一个男人最大的褒奖啊，就是有女人可以为他去死啊，对不对？对，说的对，是啊。そうですね。哦，藤原忠模先生。哎呀，方才剧院登岸没看清楚，您也来看戏了？袁公子邀请，哪能不来啊？我现在非常的激动，能够在中国看到程玉桑这样的大好青年，愿意为民主共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すごい。哦，我想着能够把程玉桑的故事翻译成日文，搬到日本去演，一定能大获成功。藤原先生过奖了。哎，藤原先生，那个具体的事情呢，咱可以等戏散了之后再聊。哎，您先请坐啊，您先坐，您坐。那个下半场啊，应该马上就开始了。哎，您坐。大家坐。燕姑娘，谁？我呀，燕姑娘好雅兴啊，都这时候了，还嘴里挑灯看剑呢。袁克里，半年不见，燕姑娘还记得我呀？您可是要当太子爷的人，我哪敢忘了您呢？当太子那都是后话，眼下当务之急是你的男人，恐怕连小命都保不住喽。太子爷的消息还挺灵通的嘛。方成玉直接在大街上扔炸弹，叫步兵统领衙门逮走了。我就算是个聋子，也该听说了吧？陈玉的处境
看似危险，倒也没有那么危险。虽说他是被朝廷的官兵抓了去，但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反清，大清的皇帝说不定马上就要退位。更何况载阳又没死，陈玉又是南方共和派的重要成员，依我看，朝廷未必敢动他。哎呦，你个小女儿家的，说起国家大事，可是头头是道啊！连我这个小女儿家都知道，几千年帝王制度气数已尽。你和你老爹要是再想当皇帝，只会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。你休想趁着我和陈玉落难的时候拉拢我们，我们是不会和你狼狈为奸的。哎呀，小姑娘，那么激动干嘛呀？不过这次啊，就算大清不杀方成玉，他也死定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藤原忠抹吗？好像听陈玉提起过。藤原公爵是日本贵族院议长，还是拿过那大清帝国双龙宝星勋章的外交公使。方成义那帮革命党啊，拉拢了他好几年了，只可惜老藤原命不好，偏偏要在那一天坐载阳的马车上街。方成玉那一个炸弹下去，哎呦！所以炸弹的藤原忠抹是血肉横飞呀！现场找到的尸骨里，只有2根指头是完整的喽。那你？所以说呀，方成玉这会儿是死定了。你给我站住！袁公子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，救救陈玉吧！我知道你和你父亲现在如日中天，大清的江山本质上就是你家的，你一定有办法。袁公子，我求求你了，救救陈玉吧，算我求你了。哎呦，这会儿你承认我和我爹才是最该当皇上的了？我承认，我承认。袁公子，救救陈玉吧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方成义在同和楼行刺的那一天，你也在现场吧？你是说，翊坤娶戏子，弱智女流，因被满清镶赞政务大臣始乱终弃，怨恨难消，谋杀情夫，不料误杀日本高官。事后，戏子因过度恐惧，畏罪自杀。哎，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外国人跟革命党都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？你是说，正好，你这儿有一把剑。我明白了。袁公子，可以替我给陈玉再带句话吗？你说。多见舍医称上客，几人闻景送王孙。死生总负侯迎诺，玉滴椒浆泪满樽。什么叽里咕噜的？哎，你放心，你死了，我一定看着方成玉，让他终身不娶。哎，让他为你守身如玉。他要是敢找别的女人，我一定……哎。
人都什么胡编乱造情节？谁让你们这么演的？啊？谁让你们这么演的？说，谁让你们这么演的？孔令堂，孔令堂呢？把那狗东西给我叫出来！我在呢。孔令堂，亏你还敢来！袁公子狗急跳墙了。你信口雌黄，毁人清白，这人都什么胡编乱造情节？袁公子为何如此气急败坏？这剧的结局虽然离奇，却也缜密，倒也不像是胡编乱造出来的。孔先生这么写，是否另有隐情呢？是啊，公桑，你说我被炸的只剩2根手指，可我现在还活得好好的。就是，各位大人，之前各位听说的晏殊尧是在清兵威胁之下拔剑自刎，那段故事都是假的。这一切都是袁克里和方辰玉设计的阴谋，方才戏台上演的才是真相。胡说八道！我袁克里是什么身份？那晏殊尧那臭戏子也配我动手？没事，我没有。是啊，孔先生，袁公子身份贵重，实在没必要杀一个小小的戏子啊。去年11月，袁克里曾携厚礼拜访方辰玉，以示拉拢之意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大清皇帝退位，好让方辰玉助他老子袁世凯称帝，成立中华帝国。不料那天方公子不在家，袁克里碰上了晏殊尧这个硬骨头，被他大骂一顿，出家门。袁克里从此便视晏殊尧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程玉桑，袁克里逼死了你的女人，这事你知道吗？他全都知道，是方辰玉贪生怕死，求袁克里让晏殊尧给他抵命的。好，真是编得有鼻子有眼呐！孔令堂，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吗？这种事你都能看见，鬼才能看见呢！说的没错，这一切都是晏殊尧的鬼魂告诉我的。鬼魂！我还以为什么了不得的理由呢，原来是鬼魂呐！孔令堂，建国后不许成精，当着这么多大人物的面，你少给我装神弄鬼！是啊，孔先生，你在这儿装神弄鬼，是把我们大家伙儿都当成傻子吗？殊尧，马大帅，上个月你们部队发不出军饷，是你让杨部长偷偷挪用了笔用来赈灾的公款，是不是？你，这件事世上没有第三个人知道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晏殊尧的鬼魂在人间游荡了1个多月，这都是他告诉我的。那你？还有你，臧教授，你娶第8房姨太太彩礼钱，还是从你7姨太的嫁妆里偷的？其中有20两，到现在还没凑齐呢，是不是？老臧那个鳖孙，他不打殊尧，是你吗？读书人的事儿怎么能算偷呢？殊尧，这些都是晏殊尧的鬼魂教给我的，是袁克里让方辰玉伪造的外国报纸，里面都是支持他老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。殊尧，是你吗？看见了没有？原来是这样。殊尧，是这样给人。殊尧，是啊。孔令堂，你敢败坏老子的好事，信不信老子弄死你？殊尧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我孔令堂是圣人之后，岂能屈从于尔等小人？我若因此而死，9泉之下也算对得起列祖列宗了。殊尧，袁克里，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狼子野心，威胁一介书生，还妄想当太子，这是狼子野心，令人不齿啊！呸！哼！
元桑，你实在是太让我失望了。舒瑶，是你吗？还有舒瑶，方成玉，舒瑶，你也太卑鄙了！我之前还当你是楚霸王，呸！你连王八都不如。舒瑶，舒瑶，舒瑶，我错了，舒瑶，原谅我。戏散了。戏散了。将军，侯公子，将军娘，不谢三位替我报死深仇，连舒瑶在这里谢过了。仇是报了，可是我们几个要去哪里呢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明天我就去阴曹地府报道，转世投胎去了。石将军，你石将军，方才的闹剧你也都已经看到了，这江山落到这样一群卑鄙小人手里，怎么会好呢？不如我们继续回地府，继续操练阴兵。湘君姑娘，罢了，罢了。老夫原以为是大清无道夺我朱家江山，现在我才明白，什么大清朝、大明朝，这世道又何曾清明过？眼见他起朱楼，眼见他宴宾客，眼见他楼塌了。在哪个皇帝手下做人，咱们都是一样的苦啊！从今往后，老夫只想做一浮游苍耳，山野走兽，无忧无虑，或能了却一生。侯公子，湘君姑娘，老夫先行一步。如果有缘的话，我们来生再见。湘君呐，那我也先走了。现在去投胎，说不定还能投个好人家。我可不想做乌龟做王八。小生侯方域，小生侯方域，书剑飘零，归家无日。对3月艳阳之节，助6朝佳丽之场。虽是刻况不堪，却也春气难安。儒家相聚，一时无奈，用了苦肉之计，得遂全身之节。想起侯郎匆匆避祸，不知流落何所，怎知奴家独住空楼，替他受气。300年了，你终于想起来了，侯郎。之前在地府的时候，我就时常让你背当年第一次见我时说的话，可你总也记不住。湘君，如果有来生，将军，舒瑶，我时常觉得我们很像，
和你一样，我也是从小就没了父母，从小就学着跳舞、唱曲儿、作诗。我小的时候曾经读过陶渊明的一部作品，他说：“人生实难，死如之何。”我信了，我以为人只要死了，什么痛苦就都没了。可是啊，死了300年，我才明白，鬼生亦然，生如之何。舒瑶，我走了，你。舒瑶，我一直想问你，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，你还会自杀吗？化妆呢？哎，对了，舒瑶，今天来看戏的呀，是一群年轻学生，带头的那个姓方，长得特别俊，你一会儿可以好好瞧瞧。是吗？哎，对了，舒瑶，你打算唱什么呀？唱《桃花扇》里季扇那一出。哎，舒瑶，你才14岁，怎么净爱唱这些凄凄惨惨的曲子？整点那花好月圆的不好吗？可是李香君撞柱自杀、血溅桃花扇的时候，不也只有15岁吗？那你倒是说说桃花扇的主题是什么呀？是士为知己者死呀。什么？正所谓，君王以国事欲我，我故以国事报之。那李香君愿为侯方域而死，侯方域愿为君王社稷而死，本质不都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吗？好好好，想不到你个小丫头片子懂得还挺多。程昱，大清朝都乱了50-60年了，内外交困，民不聊生。但是，我们真的就只能用革命的方式了吗？是呀，真的要用推翻皇帝这么激烈的方式吗？或许，我们可以给皇帝进言。给皇帝进言？你难道忘了10年前公车上书的人，最后都落了个什么下场？我何尝不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挽救这个国家呢？但这2年，我在东洋、西洋各国游历，发现只有彻底废除了帝制，建立共和，这个国家
才有救。你也不想想，法兰西闹革命死了多少代人？程昱，你才20岁，这么年轻就被大清朝杀了，你不后悔吗？引刀成一块，不负少年头。大清索我的命，我诛大清的心。家道之